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5，诗篇100篇30安尼讲：恁着知，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三甲来祈祷，创造阮，搁互阮做你百姓甲羊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创造这个天来展开伊，开化地，甲伊所出的，用活开，互地上的众百姓，用身份，互行伫迄顶面的人的。主啊！你用能力创造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展开这个天。主啊！你要照公义审判你的百姓，照公平判断你遐困苦的人。主啊！阮要尊你做圣，因为你的所做奇妙。主啊！阮要尊你做大，因为你关心伫阮。全地着向你出欢喜的声，阮要用欢喜的心来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你的面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